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17，旧历的5月27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立法院早起来行使着监察院的人事案。议长尤锡坤来宣布投票结束的时阵，国民党团结水球主动开票，但是也是拼袂过民进党的护航。但局以65张的同意票、3张的无同意票，顺利来通过国会审查，出任着监察院长。后来会当看到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是穿着护满、手提珍珠棒，成功来阻挡着国民党水球的攻势。同时，民进党嘛以人数的优势，顺利来通过对陈局的动议案。